經過尋日，而家冇人唔認識佛得角，亦都冇人唔認識和仙夏。我細個嗰陣睇世界盃，認識嘅係碧咸、奧雲、費高同埋村口能活。嗰年係1998年。每日朝頭早起身返學之前呢，我都會睇到下半場最後幾分鐘。我嗰陣其實呢唔係睇波，淨係睇球星個樣，但係都學到唔少足球嘅術語，同埋幾樣一世都用得着嘅小知識。幾靚仔都會老，幾完美嘅身材都會走樣。咁當然啦，C 朗係一個極端嘅例外，就唔計。之後呢，嗰啲球星個樣慢慢開始唔再吸引我啦。加上當年啦有咗初戀男朋友，我就梗係索性陪佢一齊追 NBA 啦。轉眼去到2026年，差唔多30年過去啦，又到新一屆世界盃。不過我完全沉浸喺 NBA 總決賽紐約對馬刺嘅史詩級逆轉大戰嗰度。如果唔係無意間睇到一條同老豆一齊睇世界盃嘅廣告，我根本唔知道今年咧係有世界盃嘅。今年有世界盃咩？我問男朋友，唔知喎，好似冇乜新聞講呢單嘢。佢對眼其實仍然黐住個平板電腦，仲睇緊籃球比賽，心不在焉。好似全天下嘅後生仔咧都中意睇 NBA， 淨係得啲大叔咧先會講波。我對足球最新嘅印象，其實已經淨係記得巴西有個球星叫尼馬啦，同埋美斯喺2024年訪港嘅時候喺場邊淨係坐唔落場呢一單大新聞。哦，原來真係有世界盃啊！今屆咧係由美國、加拿大同埋墨西哥3個國家一齊搞，都係谷歌最適合答我問題。因為時區嘅問題，今屆嘅賽事咧大多數都係集中喺凌晨到中午。想睇波嘅話，既要捱眼瞓啦，又要避開老細唔俾佢見到，又要申請 Now TV， 真係一大堆麻煩事，搞到今屆世界盃熱度大跌。我諗極都諗唔到而家有咩新嘅球星，加上馬刺輸咗波一敗塗地之後呢，我乾脆想將世界拋諸腦後，冷卻呢一份因為籃球而起嘅體育熱情。直到嗰日朝頭早，我喺社交媒體見到一張充滿歲月痕跡、踏實又溫厚嘅面孔，鋪天蓋地咧都係佢相關嘅報導啦，同埋 AI 嘅短片。本來對今屆世界盃完全冇興趣嘅我，即刻又重拾翻興致啦。世界排名67嘅佛得角，竟然踢到0-0逼和世界第2同埋奪冠大熱嘅西班牙。但係呢個賽果咧，已經足夠成為一時佳話。再加埋和仙夏，其實咧佢個名係另外一個名嘅，但係有一年咧佢同隊另外一個門將撞名，先至改用爺爺嫲嫲幫佢改嘅呢一個花名和仙夏。呢個人咧真係謙厚。呢位年紀唔細嘅門將多次飛身喺門前救險，佢嘅 IG fans 咧一晚由幾千暴漲到1181萬。國家隊教練咧喺 LinkedIn 揾人組頭隊呢一個破格嘅故事咧，仲令到成個小組賽階段嘅世界盃一時間充滿睇頭。我從來都唔抗拒睇靚仔嘅，但係人大咗先至真正明白，淨係靠樣咧，永遠都做唔到真正嘅擔當。時勢做英雄，英雄做時勢。經過咗琴日，我又想追睇世界盃啦。